现啊，这个中秋节的肉饼高油高糖，热量是真惊人哦。像真侪人爱食的双两仁的月饼，这个热量大约是800大卡，相当是食2碗到8分甜的白饭，都要走96分钟才消化会掉。若是迄个广东式的肉饼，等于就要食2碗外的白饭，要走73分钟才拄会掉。绿豆椪嘛，等于是食1碗外的白饭，都要走44分钟。营养师来建议，若要食肉饼，上好大家公家食一挂来过瘾就好。嘛，听我甲油啊做伙食，讲会当帮忙甲油甲下掉。金门式月饼一个切开，内面有双两仁，互人看到强要流嘴烂。这个当年的中秋总是要食月饼应景，验怪细字，月饼的热量真正悬到，互你想袂到。莲蓉双黄啊，或是豆沙双黄类的啊，那它热量大概落在750到800大卡左右。如果快走，大概要快走2个半小时左右。双两仁的月饼热量上悬，甲算的将近食19粒的角糖，差不多3汤匙的油。第2名嘛是大家上接食的广式月饼，差不多600大卡，等于是食5.7粒的糖，加上差不多2汤匙的油，这都要快行将近2点钟，热量才化会掉。第3名是绿豆椪，热量差不多是363大卡，差不多嘛是10粒糖，加上差不多1汤匙的油，想要化掉，差不多要快行1点钟。要萝卜咖喱碰蚵仔酥，这拢是高热量的点心。营养师讲，月饼来食伤济，油脂的摄取量恐惊拢会过量。那我们一天建议大概是，我们整天的油脂大概就是1.5汤匙左右。那如果你把它吃完的话，那你可能是油脂会爆表。营养师建议讲，食月饼除了讲唔通食伤济以外，嘛会使配合高纤维的水果，就讲油啊，除了会使增加饱足感，嘛会使帮助你油脂的代谢。较袂讲中秋月圆后，人嘛变圆。